台南社区大学最近利用信义街做背景，设计一套实景游戏。这个游戏结合着老家历史传说加在地特色，摕一支手机啊，甲地图就会当哪算哪说老家。摕手机啊扫 QR code， 甲地图甲家史查咧，就会使开始算实景游戏，比对地图，大家找到第一关的所在，伫巷仔内的大天府。原来大门的连队就是美彩，一字一字找出英文，才会当到第二关。从这个斜线这边往上走，就会顺着那个斜线的纹路往上走，折成像这个样子。第二关的比赛就藏伫这个凹好的八卦图内底。街区串联的概念呢，来做这套游戏。所以游戏其实只是媒介，但是大家就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会得到一些教育的 sense， 会知道哦，这里是拜什么神明，这边是拜熊帝公。这个实景游戏是讲一个少年要找阿嬷的故事，算的人爱伫这条信义街解谜过关。嘛会甲鸟妖大战，因为遮古早有鸟妖的传说，大家哪算哪说家。很有趣，因为就是配合解谜，然后又是在就是平常不会深入的小街区进来，就觉得有发现新世界的感觉，蛮适合亲子来参加。然后他们的游戏，我会觉得说，就是它有一些关卡是很特别的，它是跟他们当地的文化有一些结合。台南社区大学设计这个实景游戏，目前搁伫咧试验的阶段，拍算11月上市。部分的关卡就伫咧在地点头，希望民众透过游戏了解地方的文化，嘛开喙讲台语。明年会用这个城市作为发展，会希望是结合一些台语的语音，就是我们结合像是一些台南的在地人，这边店家人呢，大家来讲台语。那小朋友玩游戏的过程中讲台语，他就会讲。台南社大希望民众来到老家，唔若去咖啡厅，也是餐厅高官。用一支手机啊，就会当用无同的方式认捌老家的文化。记者陈家军、刘伟做台南报道。